今次嚟日本旅行，我特登揀咗住橫濱。點解呢？因為上次由東京去箱根嗰陣，經過橫濱，覺得呢度真係幾靚喎，而且又冇東京咁逼，成個感覺舒服好多。最緊要係去涉谷都好方便，搭車25分鐘就到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一齊睇一間酒店先。今次間酒店叫做 Oakwood Suites Yokohama， 位於 Yokohama 嘅市中心地帶，望出去嘅景觀係真係好靚噶。呢條片係喺我住嗰間房度望出去嘅，好天嘅時候真係可以睇到富士山噶。所有酒店房都係46樓以上，所以望出個 view 好靚。依家帶大家睇一間房先。一入房就會見到一個設備好齊全嘅廚房，基本上你需要用嘅廚房設備都有齊晒噶啦。之後就會有張台啦，同埋一張2米闊嘅床。床嘅旁邊仲有張梳化，同埋一個細圓台。所以如果你喺 supermarket 買咗嘢翻嚟食，或者自己煮嚟食，都係好方便噶。我哋訂呢間房嘅洗手間面積唔算好大，不過都有洗衣機同乾衣機，而且淋浴嘅地方都係足夠大嘅。其他房型會稍為大少少。再同大家睇埋個廚房先。廚房裏邊有個細星盤，有2個煮食爐頭，有好多餐具、煲碗碟全部齊晒，仲有埋電飯煲添，而且仲有一個有埋微波爐功能嘅焗爐，真係煮9大簋都得啦。房入邊有個大衣櫃，可以放好多嘢，我哋將所有喼都放晒入去都冇問題。床亦都係好舒服嘅，因為酒店嘅房空間夠大，帶小朋友就會方便好多。朝頭早一起身就可以睇到靚景啦。酒店大堂喺46樓，個 view 更加開揚，有好多梳化俾住客去坐嘅。適逢聖誕，更加有聖誕裝飾添。我哋住咗幾晚，都見到唔少當地嘅日本人走上嚟睇呢個靚景嘅。酒店設施亦都唔錯，除咗有健身室之外，仲有一個住客專用嘅 lounge， 裏邊可以有咖啡啦、睇電視啦，或者3、5知己坐埋一齊傾下偈，計劃下今日嘅行程。景色亦都係好靚噶。向酒店樓下就有一間細型嘅 supermarket， 雖然細細地啫，不過貨物都好齊嘅。我哋今晚就買咗啲靚牛肉返嚟自己煮啦。而家講下橫濱市嘅交通先。其實橫濱離羽田機場並唔係好遠嘅啫。其實由羽田機場到橫濱只需要25分鐘，分分鐘仲快過去上野啊！如果係成田機場呢，就稍為遠少少啦，就需要90分鐘嘅車程。由橫濱去東京其他地方其實係好快嘅，最緊要係唔使成日轉車，行個地鐵站都行到腳軟啊！今次我哋住呢間酒店喺橫濱地鐵站馬車道站 2A 出口，有電梯，亦都有扶手電梯。我哋大概喺晚黑11點幾鐘到達羽田機場，用咗大半個鐘頭就到咗酒店啦。如果大家攞住好多行李，亦都可以坐機場高速巴士嘅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先，下次我哋再見啦。